啊啊！长长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睛，好像。安吉拉，俺说兄那个。那，当然说的光看多啊。啊，安尼说的光呢，俺说现在谁说干呀？捐钱嘛的。捐钱嘛的。你打看吧你修行过去吧，我的那个亲先生，我得捐钱嘛的。捐钱嘛的去。啊，安尼俺们这了，说的光干嘛捐钱的？家里头的铺的的说的。家里头的铺的说的。抖音。